使徒行傳第6章。那時門徒增多，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，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。12使徒叫眾門徒來，對他們說：我們撇下神的道，去管理飯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們，當從你們中間選出7個有好名聲、被聖靈充滿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。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。大眾都喜悅這話，就揀選了司提反，乃是大有信心、聖靈充滿的人；有揀選腓利、伯羅哥羅、尼加諾、提門、巴米納，聘進猶太教的安提亞人尼哥拉，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。使徒禱告了，就按手在他們頭上。神的道興旺起來，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。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。當時有清理伯地那會堂的幾個人，並有古利奈、亞歷山大、基利加、亞西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，都起來和司提反辯論。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，眾人敵擋不住，就賣出人來說：我們聽見他說謗讟摩西和神的話。他們又聳動了百姓、長老並文士，就忽然來捉拿他，把他帶到公會去，設下假見證說：這個人說話不住的糟踐聖所和律法。我們曾聽見他說：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，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規條。在公會裏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